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安耀日，咱阁三甲主持伫遮做礼拜吼。真欢喜看到大家伫遮做伙主持吼。咱今仔日礼拜中间有2首的圣诗，要三甲做伙来唱吼。头一首是伫赞美的首吼，第179首吼。179首是伊的名叫做《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这是伫19世纪的伫英国所写出来一首圣诗。这首圣诗200年来，咱依然搁伫唱吼。有当时你伫迄个电视也是看到伊咧国外伫举行礼拜时，也时常唱即条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吼。荣光是代表是真荣耀的一个诗吼。咱注意看即个圣诗内底吼，伊有讲到，其实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伫圣子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所以咱看起来就是啥，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神。伫第一节，伊上强调的就是即个所在吼。这是19世纪的一个圣诗吼。即首圣诗咱三个做伙来唱一解吼，请紧。后壁还阁有副歌吼。咱大声来唱一个，来。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子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上帝。荣光主到万世。第2节较紧一点嘛。荣光归伫听咱的主，使咱罪过无下处。荣光归伫小咱的主，甲主罪恶万年久。荣光上帝，荣光主体来献祭。第3节，荣光恶路到万年，今天杀罪落的是，国光荣光无尽无穷，恶路充满有丢丢。荣光上帝，万王的王到万世。阿门。阿门。一首真恶乐的诗歌吼，所以咱较领唱就较大声莫伤慢莫伤拖来，第2首的圣诗575首，这是嘛是19世纪的一条圣诗，是美国迄边做出来一直唱到即马。即条迄个音乐一出来，恁就知影安怎唱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的天路吼。上帝互咱伫即个世间拢有咱的要行的路吼。但是无管你是啥物款的人，咱所拄着的拢环境拢无啥共吼。尤其是咱基督徒，毋是讲咱基督徒是即一帆风顺吼。咱嘛会拄着一寡恶当中的代志，也是咱的环境来影响。所以即首圣诗吼，真我会记得真年轻的时阵就开始唱起到即马吼。我相信真侪人对即条圣诗也拢真熟。咱请听。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时刻保护。好，咱做伙来唱一解。
较大声一下，来。耶稣叫我来行天路，带我向真理的进步。世间无路，你险艰苦求主耶稣是给保护。我的救主耶稣耶稣。转你心就是给保护，我们真心的你卡步，你多是我亲像保护。第二章，无论拄着烦恼艰苦，是行的平坦。无论海里是山顶，那是大卫主因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转念心就是给保护。我们真心的离开不，你多是我亲像保护。第三章，我打春秋陪主耶稣，我们经过主高教和世间落寞行着初春新秋，看我过后，我的救主耶稣耶稣，转念心就是给保护，我的真心的离开我，你多是我亲像保护。第四节，但求救主常常照顾，救赎信心福气帮助，我为看那世事关系，只是希腊的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转念心就是给保护，我们真心的离开过，你就是我亲像保护。这是一首互咱基督徒会使三角来写来想的一首圣诗吼。咱无论去到倒一个所在，咱行这个天路，咱随时有主的亲手的保护。毋茫这首圣诗讲做咱每一天也是咱随时伫信仰顶面的一种的激励吼。以上咱今仔日练习到遮，咱三角准备先来做礼拜。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请兄弟备办心，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上主安尼讲，恁着惊公平，惊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已经尽，我的公义要显明。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79首，圣诗179首，请起立。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罗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阁活，上天。打伫面地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过公道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第1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18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同心来祈祷，现在，万军的上主，你的荣光充满全地，诸天宣布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你是真神，是活神，是阮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感谢阿罗你，奇妙大能的天父，你是有恩惠、有怜悯、无快快受气、大有慈爱的上帝。你对阮的疼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听阮的祈祷，
你对阮有上好的计划，你是阮一切平安甲喜乐的源头。主啊，你知你对阮所存的意思是赏赐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厄的意思。你要互阮路尾拢有望的。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阮你美好的创造，有日头，有雨水，有清水的草埔，甲美丽的乡土，互阮毋免挂入地面上的欠缺。你也赏赐阮管理地面上的一切，你一切的创造，但是阮人为自私自大，亏欠了你的交托，互你美好的创造无搁再美好。主啊，求你赦免阮，重新赐阮对你来的疼心甲智慧，来管理恢复你美好的创造。主啊，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经过一礼拜，又引带阮聚集伫圣殿，同齐少念你的疼甲恩典。当阮听闻你的时，阮看到家己的罪，甲心灵的垃圾。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来承认阮显明的罪，还佫有阮捌伫阮内面只有你知的罪。求你赦免，清去阮的心。阮需要靠你过着得胜的生活。求你施阮赦免阮的软弱，帮助阮重新立志学习主的款式。阮知，若无你的救赎，阮无法度成做一个新的人。若无时时跟缀你的脚步，阮无法度坚固阮的信仰。阮敬畏徛伫你的面前，献上深深的感谢。求主赐阮智慧甲信心，赢过各种的试炼，互阮行伫你的旨意中。全能的天父，你是教会的头，阮是教会的肢体。求你保守阮的牧师、传道、中职同工甲会友。使阮合一的心，彼此扶持，彼此关怀，起造阮的教会，来传扬主的疼，互搁较侪人来明白你，来领受你的恩典。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托，愿主的信心伫阮的中间。阮放落心中的重担，安静谦卑，坐伫你的圣殿，听你的话。愿主的能力进入阮的生命中，感谢主。愿身心排列以上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声音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第11章第1节到第2节、29节到32节。台语汉语本圣经180页到182页。新约罗马书第11章第1节到第2节、29节到32节。台语汉语本圣经180页到182页。第1节，我就讲，上帝欠有气杀伊的百姓啊，断毋是，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的支派。上帝未捌气杀伊所大生知的百姓。29节，因为上帝恩赐甲吊人拢无退火，是亲像恁前无顺服上帝。若是打对因的无顺服，恁就得到怜悯。安尼，因打无顺服，通对恁会得到怜悯，互因也得到怜悯，因为上帝已经为万人伫无顺服的中间调治要怜悯万人，请为伊停传道讲道。题目是上帝的挑选。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怜悯，互阮今日会当同齐伫教会来聚集。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互阮会使专心来敬拜你、学习你，也将阮的一切拢献上互你。愿你看顾阮的教会，引带阮每一个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Amen。毋知影大家敢有拄过家己感觉家己无感受着上帝，所以感觉互上帝气杀的经验。C.S. 路易斯伊是一个伫学术界真有成就，也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小说家、散文的作家。伊嘛是伫20世纪真有名的佛教的学者。虽然是安尼，但是伊进前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伫伊10岁时，因爸爸生日的迄天，伊的妈妈因为癌症过身。同一年，伊的阿公佮有伊的阿叔也连续过身去。所以伫伊10岁迄时，伊就向送去一间寄宿学校来读册。伊迄个时阵，真正对上帝真失望，因为伊感觉上帝无听伊的祈祷，伊伫因妈妈，所以伊为迄个时阵开始，伊就变成一个重视理性的无神论者。伫伊17岁迄时，伊写批互伊的朋友讲：“我无相信任何的宗教。”无任何的证据会当证明任何的宗教是传讲的信息，而且对哲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甚至毋是上好的宗教。伊伫迄段时间的对代志的看法是，规个我所爱的拢是空虚的，所有我相信是真实的，其实拢是粗残无意义的。伫伊的生命中，伊感觉无上帝的存在，伊想要用逐种的方法来证明上帝无存在。所以当伊最后承认上帝的存在，跪倒来祈祷的时，家己后来形容讲，当时伊是一个上切心、甲上无情愿，煞袂当无相信的人。咱若看今日的经文，伫罗马书第11章。11章的开始，保罗就问讲：上帝敢有击杀伊的百姓？绝对无。咱若看罗马书第10章，保罗伊用真侪旧约的经文来讲明以色列人的无顺服，毋是毋信上帝，已经真久啊，而且即马嘛是安尼。
罗马书第10章最后一节是保罗用以赛亚书中的经文：我通你亲手遐个悖逆的百姓。以色列人虽然悖逆，毋过上帝犹原每一日拢因亲手。上帝无去杀因，上帝无去杀遐悖逆、应出应急的百姓。保罗伫罗马书第11章第1节问完这个问题了后，伊就用伊家己来譬喻讲，伊嘛是以色列人，但是伊无向去杀。咱若看《使徒行传》腓立比书3章2节、加拉太书第1章13节、23节，拢会使明白，保罗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而且伊捌迫害教会。但是上帝无因为安尼就去杀伊。接落来经文，咱会当看见，保罗用以利亚来评论，以利亚甲保罗共款，拢是便雅悯支派的，而且对以色列人来讲，以利亚是一个真重要的先知。以利亚互上帝接去，而且伫犹太人的传统内面，以利亚的来临是表示弥赛亚的来临。无过是先锋。以利亚有一个非常强烈向去杀的控告。伊讲：主啊，因杀你的先知，拆你的祭坛，只有剩我一个人，因阁要爱我的名。以利亚认为家己向去杀是孤单一人，但是上帝甲伊讲。我为着家己有留7000人，毋捌跪拜别个的，所以咱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利亚的存在，伊的存活，其实也代表着上帝的无去杀。以利亚的存活，以及遮个无别个跪拜的百姓的存在，证明上帝并无去杀以色列人。也显明出上帝的恩典甲怜悯，所以上帝敢有去杀伊的百姓？绝对无。上帝是守约怜悯人的，无去杀伊所竞选的百姓。大概咱若是讲到竞选、票选，咱就会好奇，想要知影。到底上帝伊竞选人是安怎竞的？是安怎决定的？伫罗马书11章，保罗讲的上帝的竞选、恩典的竞选，是咧指遐毋捌跪拜别个的少数人。因为既然是靠恩典，就无靠行为；若无恩典，就毋是恩典。这恩典毋是靠行为，若是靠行为，恩典就毋是恩典。上帝所竞选的少数的人，咱会认为是上帝竞选、上帝挑选。但是竞选若是讲是上帝大选拣好的，反正不如讲是上帝的怜悯。什么人会当有上帝的怜悯，也是看重上帝的怜悯。无相信家己、相信上帝的人，无我靠家己、我靠上帝的人，才会当经历到上帝的怜悯。伫福音书内面有一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要求永活的道。伊问耶稣讲：伊爱做甚物，才会当得到永活？耶稣回答伊讲：诫命你是知影的，毋通杀死人，毋通行奸淫，毋通偷窃，毋通滥杀做干净，着敬你的父母，着疼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少年人回答耶稣讲：遮个我自细汉拢已经遵守啊，搁欠啥物？耶稣就挑战伊，爱伊甲伊所有的拢卖掉，分互遐个送香的人来跟对耶稣。结果，这个少年官伊就悠悠愁愁的离开。伫这段经文的顶一段是有人带
囡仔来到耶稣的面前，爱耶稣替遮囡仔来祈祷。结果门徒就责备遐个人，耶稣甲因讲，互囡仔就讲我毋通禁止因，因为伫天国，因为伫天国的阁是属即款的人。互囡仔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进入天国的就亲像囡仔共款。囡仔甲少年官因之间有啥物差别？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囡仔真歹靠家己存活落去，尤其是拄出生的遐个囡仔，因爱靠别人的帮衬，才有办法来食物件、啉水，才有办法生存伫即个世间中。所以囡仔因只会当倚靠别人的怜悯，因为因无任何的条件。但是即个少年的官，伊有真侪的条件，伊无需要靠别人，伊嘛会当生存，而且伊认为伊家己自细汉到大汉拢有遵守律法，伊认为伊家己所做的一切拢应该会当进入天国。毋过耶稣讲的毋是需要有遮个条件。是爱无会使夸口的，无任何会使倚靠家己的，必须爱倚靠着上帝的怜悯。安尼，即个怜悯所展现出的，就是上帝的竞选。咱可能会犹豫，也是问讲，安尼就是爱有上帝的竞选，咱才有机会啊。上帝若是无竞选咱就无机会啊。但是咱若是安尼想的话，咱当作上帝的主权是已经先经好的，当作上帝的竞选是一个强的独断的方式。若是安尼想，咱代表咱无真正明白耶稣佮有保罗因所要讲的竞选，佮有上帝的主权的意义。伫罗马书11章，咱会当了解为虾米以色列人无法度找到因所想袂的，是因为因坚持律法的义。安尼为虾米上帝竞选的遐个少数的人，遐个毋捌芭蕾跪拜的少数的人会当追求到？是因为因坚持圣洁，追求倚靠上帝，以及较无上帝。遐个人无感觉家己有啥物条件，因只会当倚靠上帝的怜悯，是因为上帝主动的怜悯，这也是上帝的竞选，上帝的挑选。会当互上帝挑选，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佮有上帝的信息，而且遮个人也回应上帝，相信上帝的信息。是所有的人拢有机会会使去经历到、去领受到的。在罗马教会中受到上帝的挑选的、受到上帝的怜悯的人，是怎样来回应上帝？罗马教会中有一寡毋是犹太人的信徒，因认为家己代替遐个以色列人，代替遐无信上帝、背逆的犹太人来领受救恩，所以保罗伊要调整罗马教会遮个毋是犹太人信徒迄种已经感觉家己代替犹太人的想法。若是遐无信上帝、背逆的犹太人也愿意相信上帝，愿意悔改，安尼毋是真好吗？上帝伊无愿意有人定论，是爱人拢悔改。所以犹太人因的信也是真重要的，也是无法度向代替。保罗对伊的兄弟犹太人是非常的看重，也认为上帝恩典甲怜悯是临到所有的人，所以也希望罗马教会的信徒会使甲伊共款有安尼的想法。就安尼，保罗用橄榄树接机来评论，提醒罗马教会中遐个毋是犹太人的信徒。橄榄树接机是伫当时本来就有的一种技术，为着要互
橄榄树会使生甲愈好，结出愈侪果子所使用的技术。所以为着互即个橄榄树会当生甲愈好，结出愈侪果子，就必须爱修剪掉一寡早去的迄虫所感染的橄榄枝，刷落来也将遐个会使生好果子的橄榄枝接起伫迄个橄榄树顶面，互即个橄榄树伊会当生出来的果子是愈侪也是愈好的。当然，向接去离的遐个橄榄枝嘛是爱靠着原本就有的橄榄的根来得到营养。新的树枝若是旧的树枝来夸口，认为遐个树枝向修剪掉是为着要互因会使向接去哩。新的树枝代替原本的树枝的迄种我比你较敖，我比你较好的心态，是会破坏群体，互群体产生分裂。厝根只有一个，但是厝基有真侪。毋过根是帮助树基，是根互树基会当得到营养。所以保罗讲，因为毋信，所以影响修剪掉。但是你因为信，所以较会使徛咧。你的心毋通自悬，反倒爱行行。犹太人是因为无信上帝，甲无顺服上帝的义，所以向拗落来。外别人是因为上帝的义，阁有接受福音，所以较会使徛咧。咱若对上帝的调选甲稳定的人民有其他的观念甲想法，比如讲外别人因认为因家己会当代替以色列人，甲因的身份看比上帝的工作搁较悬，也是认为家己因为相信上帝所做所为，拢会当甲别人无共款，比遐无相信上帝的人搁较敖搁较好，有遮骄傲的想法，安尼就爱非常的小心。伫罗马书11章中，咱会当看见保罗伫罗马书重要的概念，就是相信甲稳定。若是咱强调相信稳定的话，就无任何夸口的基础甲可能。若是咱相信稳定甲上帝的信息的话，就无任何的夸口的准则甲可能。保罗讲的信，不只是头脑甲心内的相信，是种活出来的信。伫群体中安怎活出来？保罗所讲的信，不只是头脑甲心内的相信。咱常常会讲，你若喙承认耶稣是主，心内相信上帝叫伊对死搁活，就会使得救。咱若不管即个经文呢，顶一段甲后一段，只有看即段经文的话，咱个会当作信用，敢安尼尔。安尼咱应该好好想看觅，信心若是无行为是死的。咱必须爱甲对上帝的信，伫群体中来活出来。信不只是头脑内面的理解，无过是教育尔。信也毋是心灵中悬的一种感觉甲感动尔。所以咱若是抑搁互社会的思想来影响，包括伫信仰群体内面也是安尼。安尼咱就无法度真正明白丰盛的基督伊所显现出的性命。所以新的树枝应该爱谨慎，原本的树枝因为培育无信、自悬、骄傲，互修剪掉。新的树枝若是共款培育毋信、自悬、骄傲，也共款会互修剪掉。遐个向竞选的人，是因为上帝的人民，而且会使接着相信上帝的信息，阁有救恩来回应上帝。透过上帝
的人民，互挑选的人，因为信，所以会使徛条。就安尼，毋通自悬，爱行兄，时常谨慎，省察咱家己的思想，搁有所行所做。敢有合上帝的教示，逐项代志拢爱为着荣耀上帝来行。罗马帝国伊是强调身份地位背景，认为有条件、有才能的人才是上好的。以色列人认为遵守律法就会使得救，也认为家己的身份地位比外邦人较悬。罗马教会外邦人的信徒比以色列人较济，就认为家己代替以色列人，但是实际上，伫上帝的面前，无任何一个族群是上优秀的。所以保罗伊不断地强调，上帝的怜悯是互所有的人，虽然人也是时常悖逆、毋信、犯错，但是上帝的恩赐甲吊人拢无退货，而且所有人拢是互上帝维持罪甲无顺服的中间，但是即个中间要显出上帝的怜悯，也就是上帝的挑选甲主权。上帝的挑选甲主权，拢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伫上帝的怜悯内面，无人会使夸口，因为所有的人拢是无顺服的，无对一个人、对一个族群较好、较贤。每一个族群，因拢有家己的特色甲才能，拢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而且我靠上帝的怜悯，才会当伫上帝的面前徛咧。咱也共款，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而且我靠上帝的怜悯，所以会使做伙伫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伊、寻求伊、伊来祈祷，也会使接到耶稣基督上帝的疼，彼此来相敬，彼此来关怀。伫罗马书11章的最后，保罗用俄勒的诗来做一个结束。俄勒上帝的丰富、智慧甲才目，伊的判断咱人无法度测度，伊的骹野真歹找着，因为万物拢是出自伊，我靠伊，为伫伊，就亲像一开始讲到的 C.S. 路易斯，伊不断的想要证明上帝无存在，但是所有证明的方法，到最后拢必须爱伫上帝面前降服，因为上帝才是真正的主宰，比咱更加有智慧，更加有才目。保罗伊用俄勒的诗，要提醒咱应该爱谦卑，承认咱家己的有限，所以咱做伙来祈祷。上帝啊，阮感谢你，因阮知上帝你是丰富的，是有智慧甲才目的，因为你的判断是咱人无法度测度的。你的骹野真歹找着，是谁会当知影主你的心？是谁会当甲你做伙参与？是谁会当大声互伊得到，互伊报答？因为万物拢是出伫你，我靠你，归伫你。愿你的荣光归互阮每一个人，直到永远。主，我嘛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怜悯，来挑选阮，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对你的骹野，来跟对你，来我靠你。愿你嘛让阮伫阮跟对你的路程会当真正有为你来保守、看顾、甲引带，由你时刻来保护阮、看顾阮、引带阮，互阮真正会当知主你的心意甲旨意，嘛互阮无骄傲，会当时刻
你来祈祷，尽心来跟对你的脚步，有你施恩来亲手保护阮每一个人。咱的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咱做伙来读两遍今仔日的经句，请。因为上帝恩赐甲吊拢无退货。罗马书第11章29节。因为上帝恩赐甲吊人拢无退货。罗马书第11章29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75首，圣诗575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廖穗芬执事、吴慧芳执事、曾宁仪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3点，宣教组今仔日下晡12:30要举行宣教分享祈祷会，邀请杨蒙志姊妹分享，请宣教组同工甲关心宣教的兄弟参加。第8点，小会定9月初10礼拜日、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也是想要认捌信仰的，请向陈美玲牧师报名，以便安排课程。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职订正。后周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来，咱9月初3，咱要来去举行咱的148周年的野外礼拜，所以咱即时请礼拜组所个现长老来甲咱报告一寡代志。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礼拜组过2礼拜吼，要带大家来去野外礼拜，有几项代志要甲大家小介绍吼。咱差不多即届吼，拢总有230个会友要去到遐来做礼拜。其中有差不多一半吼是家己要驶车，所以咱真少看即个路线图吼。真侪代志可能我会甲即个档案吼。报告了，我会甲即个档案放咧迄个网络顶面吼，大家会当登去再慢慢再仔细来看吼。咱若是坐游览车的人吼，9月3号迄个早时吼，咱踮咧松山火车站吼，就是即个圆顶广场吼的头前，8点到8点15分的中间来集合吼。若是天气真热吼，你会使坐去内面有冷气。但是时间到的时阵，阮8点20要上车。时间到的时阵呢，咱的同工呢会带咱去游览车顶面吼。游览车因为袂当停喺边啊，所以游览车的8点20分呢，会来到咱头前吼。咱就真紧的时间爱紧上车。咱8点半呢要准时对遐来出发吼。这是坐游览车的人。坐游览车的人上车以前呢。咱的即个车长呢，拢会分一张迄个名牌互咱。即个名牌吼，顶面有你的桌次啊，你的即个车次吼、车号，拢请咱带在这个手背上面吼，较醒目的所在，咱才知影讲是咱的会友吼。大概去你车顶吼，迄车长拢会点名，人所到位再发车吼。所以你若有上下车的时阵呢，都要注意边啊。坐啥物人吼？要发车以前，迄个人无够，爱甲车长讲一下吼。嘛上好是毋好家己随意变换迄个游览车。你若讲要转来的时阵，要坐啥物人的车吼？是尽量避免哈。若是一定要吼，麻烦你爱甲迄个车长报告一下，无咱会找无人，车就要踮遐酷等吼。好，若家己驶车的人吼，有较侪问题吼，我。爱甲恁交代吼，咱若要驶车吼，咱上即个1号高速公路去哩吼，对遮出发1号高速公路去哩，有2条路，你会使踮咧实际进前咯，就换这个往
万里的3号高速公路吼。啊，3号高速公路呢，礼拜时较会堵，踮咧万里遐会堵吼，所以我会建议是你过14过即个5道了后吼，有一条62号快速道路，吼，62号快速道路呢，直接会到万里迄个，会避开万里迄个交流道的所在，啊，较袂塞车吼。啊，咱你若要用导航吼，请你导航芥菜总会孙理莲纪念营地。伊就Google 的导航就甲你带去迄个所在吼，啊，这是咱营地的入口的所在，遐有一个真大的牌啊，顶悬写即个孙理莲纪念营地。你车呢就直直驶去哩，是一个上坡，一个上坡啊，驶去上坡的时阵，你就会看到一个真大的停车场吼，真大的停车场。虽然迄个停车场真大，但是伊拢总敢若有自客车，敢若有17位迄个车位。吼，啊，这17位咧，咱要保留吼，即个厝诶，若有即个长辈吼，较袂行路诶吼，互因先停吼。啊，你若规车拢跩少年人，你毋好停喺遮吼。啊，遐有画格子，敢若格子内面会当停车。啊，虽然外口阁真侪空地，但是你袂使踮遐停，因为咱游览车起哩吼，要有一个空间回转。吼，你若停喺车，游览车起哩咯，就无法度通回转转去。吼，迄个所在无讲真快，所以咱游览车一台起哩，人放落来，啊，伊回转落去了后呢，第2台才会使阁起哩。吼，所以你若挡喺遐呢，咱的时间就会真浪费。吼，所以拜托大家呢，一定踮咧即个营地的停车场17格子里面，要停在格子里面。吼，啊，你若去的时阵已经无车位的时阵呢，你就甲人载到顶面了后吼，乘客下车了后，你就爱回转，啊，阁落来楼骹吼。在咱的楼骹正门口的2边吼，即个公路顶面的2边呢，拢有停车位，所以你拢会踮遮，喺边仔拢会当停吼。啊，行起哩呢，差不多3分钟尔吼，所以大家较骨力的吼，就是停喺下面，啊，遮拢是白线的所在拢会当停，敢若公车停车位袂使停尔吼。好，啊，咱乘客呢，不管是游览车还是即个。自小客车吼，咱的停车这个落车的地点呢，拢是即个所在吼，差不多就是拄仔大家看迄个停车场，最大的停车场的所在。啊，你踮遐紧落车吼，落车了后呢，咱的礼拜堂呢，伫停车场无偌远的所在吼。但是呢，爱爬头一个爱先去你爬楼梯吼，爬一个楼梯了后呢，再左转吼，左转再甲行到礼拜堂吼，啊，大家就真烦恼，讲要爬楼梯要安怎吼？咱在即个台北天龙国吼，毋是出门毋是坐车，都是坐电梯，所以真罕咧爬楼梯。啊，看到即个楼梯，哇，大家开始烦恼吼。好，毋免惊，毋免烦恼，是安怎呢？咱干若要爬即个8客尔吼，咱干若行天龙8步安尼尔吼。因为咱天龙国的人来吼，所以咱行8步就好。啊，咱8步阁分前面5阶，后面3阶，啊，中有一块土地，你都会甲了仔喘气，你也爬袂快。吼，啊，敢若爬安尼尔吼，但是大家嘛是爱注意，65岁以上的长辈吼，请你旁边啊一定爱有人甲你扶，因为边啊拢无迄个扶手吼，所以迄脚仔无偌悬吼，咱应该是会当爬起吼。好，啊，爬起你顶完了后呢，咱就就会使往左转，啊，就到礼堂吼。啊，你若实在真正袂当爬楼梯，还是讲你要坐轮椅吼，嘛有一条路会使免爬楼梯吼。对这边仔后壁呢，有一条无楼梯的路会使行入去，差不多行去咱2分钟就会到吼。啊，若真正袂当行路的，请麻烦咱即个有车的人吼，咱会可能会派同工伫遐。那袂当行路的，咱就用车去载去哩吼。啊，载到顶悬呢，真近吼，这就是即个停车场边仔有一条小路吼，咱会使对这条小路去哩。啊，载到倒位呢？载到拄好伫礼拜堂的外面的所在吼。啊，你就会对遐差不多行差不多30步，就会当进入到即个礼堂内面啦吼。所以真方便，拢毋免惊讲爱行路吼。啊，进到即个礼拜堂了后呢，请咱赶紧就来坐落来吼。咱会到时阵呢，会摆2种椅仔吼，一种是有靠背的即个乌的吼，即个有靠背的椅仔；
这椅仔呢，请咱保留互即个长辈吼，50岁、60岁以上，歹势。好，茶的迄个椅仔吼，无靠背吼，咱年轻的即个会友较来坐，一张椅仔吼，咱拢算好好，一张椅仔要坐几个人咧？1、2、3、4、5、6，吼，拄好一张细张的三个，一排拄好6个吼。请咱这爱按照这个数量来坐，唔好伤客嘛，唔好伤零吼。无会坐袂落吼，所以咱拢总摆安尼吼，就是木头的椅子是安尼，中有一寡即个有靠背的椅子，拢总208个位，拄好吼，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吼，所以你袂使讲2个人坐一张迄个木板安尼，大家都会无位通坐吼。即个去离了后呢？头一项代志，你可能就是要便所吼，便所伫倒位呢？伫即个礼堂的隔壁吼，有一间。搁若要行较远的吼，少年的若要行较远的，若是无位的行远的，另外一边呢也有一间厕所吼，所以礼堂的左右两边拢有便所，咱唔免抢吼，一定有位互你行，互你即上厕所吼。好。儿童呢，到即个所在了后，停车位停个遮了后呢，儿童唔免去礼堂吼，直接呢对遮下车了后呢，就直接去哩吼，行天龙八部了后呢，右转吼，右转就到即个咱特别准备吼，即个儿童主日学的一间教室，叫做耶路撒冷厅吼，叫做耶路撒冷厅。即个就是耶路撒冷厅，咱头拄天龙八部在遮吼，行八去哩右转就是即个儿童的主日学所在，所以你若有儿童呢，你就直接带去耶路撒冷厅就好，唔免搁进礼堂吼，无会乱吵吵吼。好，一项代志就是咱礼拜了后呢，全教会要在那个礼堂内面呢，要照一张大合照吼，所以咱一定爱请即个儿童组的这边同工呢，在礼拜结束的时候，咱去通知因吼，甲带入来全就踮喺遐，咱来合照一张吼，大人囡仔拢有的这个全教会大合照吼。大合照照完了后呢，大家就会使慢慢往这个停车场移动吼。上车之前你若要便所会使去吼，若人伤济无要紧，咱到餐厅再来去上厕所，因为到餐厅对咱礼堂到餐厅敢若12分钟尔吼，所以12分钟无偌久的车程吼。好。一项代志甲大家交代，就是迄个营地真大吼，不加好算但是咱无时间也无共预约吼，因为迄个营地参观呢，另外爱买票吼，所以你唔通黑白走，因为走伤远去吼，会画袂转来吼，所以咱但是就照这个规定，咱做完礼拜照完相就是上车不要在营地里面到处乱逛吼，免得去用收费还是延误迄个发车的时间吼。好，若对你若坐游览车无问题，你着对礼拜堂的坐游览车，游览车会甲你载到即个餐厅的门口口，互你落车，吼，互你落车。踮咧车，即个所在落车，因为后壁是公路吼，真侪车要经过，所以咱落车的时间爱较迅速一下吼，莫动咧门口口，因为即个门口口无真宽的所在，路的迄车拢驶足紧的，所以咱。落车了后呢，紧入到迄个餐厅内面吼。餐厅内面有一个12人的电梯，吼。你若位呢，你的位若是咧2楼的时阵呢，你就坐电梯去你2楼，吼。1楼咱嘛有5道伫遐吼。2楼甲1楼甲3楼呢，拢有洗手间，但是2楼无，所以你若要去你2楼进前，你会使先去1楼的洗手间，去使用迄个便所吼。好。赛车的人呢，对即个孙理莲营地呢，要安怎赛到餐厅吼？差不多12分钟的车程哦，对遮赛到餐厅差不多12分吼。有2条路线，你若导航的时阵，有一条是即个山线，有一条是海线吼。唔通行海线，因为海线遮是观光区，遮真侪人要去迄个外五人的海水浴场，会塞车塞伫遐，吼，所以咱尽量行即个山线。12分钟就会到餐厅，吼，12分钟就会到餐厅。导航的时阵，你就导即个叫做场地领餐厅，吼，这里看起来敢若序，吼，唔好打注意，唔好打序地领，你找无吼。场地领餐厅，无你就拍即个主机，咱拢会寄互大家，吼。好，
较麻烦的所在，就是要到餐厅进前的以前呢，有2条岔路吼。餐厅是咧食吼，你若直直驶过去呢，会超过迄个餐厅，你就无法度当咧门口，互你的长辈来落车。所以到上尾，即个要到的进前呢，咱来挖即个右边的这条路挖开吼。挖开了后呢，咱这岔路挖开了吼，直直行。直直行会看到一间 7，这 7的所在回转转来，回转转来，你才会使踮咧即个餐厅的正门口，互你的长辈落车。你若无长辈，你无要紧，你直直驶较远的，再行转来餐厅嘛是会使。若有长辈，一定爱踮咧门口落车吼，你就爱踮遮做一个回转的动作，才会使到餐厅门口。到餐厅门口了，乘客下车了后呢，你爱紧甲车驶去停车场。停车场在倒位呢？这是咱餐厅。停车场呢，直行，直行，看到头一个路口有一间 7，看到一间 7，你就甲右转。头一条路呢，搁右转就到啊。所以安尼行，安尼行。咱的停车场头前有迄个牌嘛有单工甲咱引导。车停好了后呢，你行后壁1分钟。就会到餐厅这就是咱驶车的人看到直直驶，看到一个头一个 7就右转右转这条巷较细条直直甲弄入去无要紧。弄入去了后，你右转你就会看到这个场地里的这个专用停车场。咱的同工底下会踮交通指挥，你入去内面再搁行出来就会使那第一停车场，这叫做第一停车场。第一停车场若无位的时阵呢，咱搁有餐厅甲咱准备一个咱专用的敢若咱松山教会当用的第二停车场。第二停车场，同工会甲你讲遮无位你就直直驶，直直驶到头一条路会当右转的路，你就甲右转过右转了后，你会看到一间 7就左转入去咱用7做标记，较方便。这就是咱的第二停车场。第二停车场若是无位的时阵呢？对面阁有一个公有停车场这个公有停车场差不多1点钟20块这个停车费你若较晚去的时阵，都可能都爱停遐咱再阁行落你个餐厅嘛是差不多3分钟尔这就是咱第二停车场的一个空地这是隔壁的这个公有停车场嘛无几位差不多十几位尔所以咱爱较量早你踮咧路会看到真侪迄个餐厅的停车场，收费停车场，离咱的餐厅较近，千万唔好去停因为1点钟收费100块，咱若食饭食3点钟呢，你就要交300块的这个停车费所以尽量停咱所准备的这个停车场，若实在顾不离种无位的时阵，你再找较远的所在，伊遐附近其实有真侪空地，就是爱行较远尔咱踮咧餐厅内面呢，有分即个大桌甲小桌，大桌坐12个人，小桌坐10个人咱拢有编即个名牌伫个其实每一桌的菜的分量拢是12个人的分量所以无分大小桌，咱拢食同款的分菜餐厅有一个爱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伊个空间毋是真，虽然真舒适，但是伊个走道无讲真宽，迄捧菜的人足多有时咱即个菜内面有热烘所以咱囡仔爱顾得好，毋好互伊踮咧餐厅走来走去无说你去碰到即个员工在捧菜的时阵会危险你若要甲别人交流的时阵嘛，毋免搬椅伊迄靠壁的所在拢有儿童椅甲即个板凳你若讲要去别桌甲人交流的时阵，你就摕即个椅仔裤去遐坐了，再搁转去你的迄个所在以上是咱即个餐厅甲即个路线的注意的事项咱会甲即个 PPT 甲 PowerPoint 拢放咧网络有赛车的人爱斟酌看以上。好，咱做伙来祈祷，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特别为着世界真多遮的灾害、天然的灾害，也是遮的震惊来祈祷。第二，咱为着咱头拄仔所听见，咱野外礼拜事来祈祷，咱筹备到真详细，但是咱就求上帝备办一个适合的天气。过来，咱为着更长的时间，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配营，为着身躯欠满的宿姐早时正凶。信实姐伫后礼拜开始要做化疗，咱嘛开始为着伊祈祷。慧玲姐
明哲兄、北长老牛、玉秀姐、林鹤姐、秋菊姐、金珍兄、西江兄、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明珠姐、俊行兄、阿卡姐、昭雄兄、来富姐、应轩张老师、龚基姐、陈其雄长老，以李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幼庄兄、李雀老师。吼，咱嘛为着美珠姐伊大家吼有迄个昨暗有迄个血氧过低会安尼的现象，吼，咱嘛恳求主会医治甲扶持。吼，所以即是咱做伙来为着遮个事、遮个集体来祈祷。事工，也是答应的事工，祝福叫你会当来照顾，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搁叫你保守真济人，伫灾害中间，祝福叫你会怜悯甲看顾，做你的福气。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组织伫遮做伙来敬拜，做伙来祈祷。主，阮相信，你伫阮的中间，你怜悯阮的软弱。主，阮就为着遮个事来祈祷，特别阮要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无论是怀孕的姊妹配音，也是伫病厅中间的遮个兄弟姊妹，主恳求你拢医治看顾，恳求主你手助因气力。无论是要做化疗，也是做长期的复健，也是伫小养的，主恳求你拢保守看顾遮兄弟姊妹，也手术气力，互因的厝内的人，互因有够业气力，会当来照顾。阮也要为着阮教会事工来祈祷。特别为着建堂的事工，也是为着伫9月初3，阮的耶和华礼拜，恳求主你保守，也享受互阮一个适合天气。阮也为着世界来祈祷，主恳求你的怜悯。阮看见世界有真济的灾厄，主恳求你的怜悯，主恳求你的帮助，特别是伫战争中间的遮个人民，主恳求你施恩看顾。也赏赐遮执政者，互因有良心。主，阮将宣教师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引带保守，或者宣教师无论伫逐所在，拢有上帝你的保守。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时来吟圣诗395首，圣诗395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